就是他目前是调查住宅跟人口的情况。有听过，好像就是10年做一次人口普查，然后给市府做未来施政的依据。我们最近一直接到电话人家都来问说是不是公所有在办人口普查，11月8号到11月30号真的有进行人口普查，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建师江江在这里用它来做一个快闪的一个宣传，然后透过建师是非常吸睛的，然后透过我们的脸书粉专还有我们的网站都会来跟民众来做一个行销跟宣传，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吸引大家过来，然后了解说今年度有这个人口普查这个重大的活动，这样不错，就也蛮有趣的，有扭蛋的方式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听过人口普查吗？为要了解全国人口之质量、家庭结构及住宅使用状况等，用于提供政府研定施政计划及规划国家建设之参考。而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今年也开跑喽。11月8号至11月30将会有普查员到家中进行访查，而今年更加入了网络填报，即日起至11月30可以上网填报，还能参加抽奖哦。如果普查员到家中进行访查，要记得3不2会原则。而什么是3不2会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主计处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主计处处长陈淑芝。我现在是要宣导我们109年度人口及住宅普查。那这是10年一次的基本国事大调查哈。那我们网络填报是从11月1号到11月30，那实地访查是从11月8号到11月30。那我们这一次调查哈，台南市主要是调查约10万余户，那总共26万8千多人，那占全国的8%。那这一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口、住宅还有住户。那我们主要希望了解民众的居住的一个情形，还有长期照护的一个需求。那作为我们将来加强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参考。市民朋友要注意的哈，那有就是3不2会哈。那3不就是说，我们普查员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那第二个呢，我们普查员不会去询问普查表无关的资料。那第3个呢，我们普查员不会要求您提供账户或存折。那2会呢，就是我们普查员会佩戴普查证，另外一个就是普查员呢会递送致受访户的函。那另外为了鼓励我们那个网络填报，所以我们有举办利用网络填报提供100万好礼，还有脸书按赞提供送 iPad 的一个活动，请市民朋友多多利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11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伫民国51年就设立的白河水库，因为粪土严重，根本未复清，所以早就变成土库，已经无实质的灌溉功能。所以议员刘美山要求现库的土库要进一步变成金库，就是应该将水土保持等相关的法令改变，才发到活化今仔日的开发。这张白河水库的相片，议员刘美山伫总理顺表示，描写地这款的模样，构成一个灌溉水库。虽然2017年蔡总统嘛曾经来关心答应前瞻经费改善，不过到今也是无具体进度。所以议员建议，既然水库功能已经消失，应该寻求水源保护等法令的改变，来活化今仔日温泉区的开发，带动地方观光娱乐的发展。这个水库已经民国51年建造到现在，那整个功能已经丧失。他用了一张文，他限制的不是只有白河水库，甚至于乌山头水库也都限制了。那乌山头水库我还没话讲，为什么？因为它现在还可以用，可是白河水库几乎没有在用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解编？因为它的水源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而来限制了我们地方的发展。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它既然灌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要不然你把它恢复功能嘛。那既然不行，为什么还要用法令来套住它？法是可以改的。我们人脑是活的，那解编干什么？解编，我们就可以来执行一些娱乐建设，带动我们关子岭游戏区的这一个发展。这撮议员嘛关心新野游泳池，因为据了解，其实规划经营以来成效并无好，因为这除了开放服务社区民众使用，嘛减负培训选手甲游泳教学，所以要求教育局一定要找出原因，到底是设备或者是管理出了问题，一一来检讨。今日新闻管制林耕采访报道。因控因为人口增加快速发展，所以议员陈秋平伫总集选都要争取全民运动馆、亲子幼儿馆等等，要求市府一定要尽全力。另外，有关食品饲料工厂所排放的空气污染，嘛强烈要求市府把关，幸福因控一个清气的环境。议员陈秋平表示，过去因控争取国民运动中心的时，因为适当的地点也未符变更，所以现在中央有补助全民运动馆的机会难得。伊表示，一定要行因控一座全民运动馆，会中的具体建议，伫中后段4号的持有地，对处市长回应提报中央的时，将列为重要的选项。现在中央给我们3座全民运动馆，我伫第一时间知影讲我们的这一块用地就是忠孝路4号4号地属我们私有地所以已经变更做咱的公园用地兼我们的体育场用地，所以是符合咱要会当起我们的全民运动馆这个所在。我是希望市长你要重视因为我行政人口在37区我因空临靠抢贼，我们确实是没有运动的场馆所以你务必要还我们永康一座全民运动馆。谢谢陈议员其实我们2个人不管从议员的时候，或是更早的时候，我们都见证了永康的人口的增加跟都市的蜕变。这个点我会是放在心上，但是我不敢说是还永康一个，因为不是我从我手里面拿掉的，不见得。但是我会一定把它放在心上，希望要永康要设置，而且永康已经有地了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地方，所以我相信那户地又比较大，它有3.37公顷。对，我相信在提报给中央体育署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永康列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对于因控人口快速增加，目前已经是台南市人口上侪行政区，所以议员争取到真大后盾。另外，包括校局委托昆山科技大学所经营的亲子幼儿馆，伫台南有10位。不过，议员质疑因空区较大拢无，所以嘛积极争取。对此，校局长表示，已经打算伫金中山村来做规划。因为在我们永康看不到我们亲子幼儿馆。不好意思，我跟议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我们极力在争取，在讨论。我也跟城乡跟我们都发局这边有在讨论这个部分，就是预定在金钟2村有一个社会住宅改建的一个停车场的部分，未来要做个变更设计，然后用大概200坪的这个空间来做亲子幼儿馆，预定是这样子的。目前为止已经在 OK， 因为亲子幼儿馆也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很期待的。对，因为交通、工商业的发展，加上工作机会较侪，所以因空吸引愈来愈侪人口进驻，相对争取市府所要投入的建设，嘛有相对的优势。但新闻管制林耕采访报道。将在进前后壁区的农地毕业者对抗落渣，加上备受争议的学假落渣掩埋案，议员沈家峰认为已经严重影响后壁河米的品牌，要求市府一定要定清处理，避免搁再被抹黑扩大负面的形象。因为客家区落渣掩埋议案闹甲风风雨雨，甚至被外界传出落渣米、落渣贩卖等农作物，连后壁区拢受到严重牵连。
对此议员沈家宏透过总结询要求市长、农业甲环保等相关局处一定要出面澄清，避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优质味品牌被外界抹黑。我们议员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网络的朋友也好，对我们不实的指控，你可以正面站出来挺自己在地的农业吗？有些特定的政党，他们特定用抹黑的方式，想要谋取政党的利益以及选举的利益，就把后壁的民众当作牺牲品了，这点我们是很可惜的。希望我们不要，其实我本来很生气，但是我觉得我们民意代表要有高容忍度，所以好，我不跟他计较。但是呢，市长在物质上，我们一定要严惩，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别人讲，我们都没有去解释。这个你可以做得到吗？这个当然一定要做到了，维护市民的，还有包括每一个区域的产业，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些应用都大呀，咱好不容易建立的好米品牌，然后会可能因为一个人的讲，一个人去可能破坏它，但是那传出去是口耳相传，大家就不敢买我们的米，这是好米很糟糕的品牌要建立很困难，对，要毁掉很容易。是啊，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来把我们守住我们台湾优质米，然后。虽然这届议会已经针对客家罗渣掩埋案进行专案报告，但是经过土壤甲地下水的采样化验，8大重金属拢无超标，确保无污染甲食安问题。不过后续也是被抹黑造成恐慌，会中议员进一步检讨罗渣到底对倒来。表示虽然目前伫道路级配等公共工程再利用是真好的材料，不过因为伊的种类繁杂，会无小心被误用，或者是业者无合法使用，要求市府后续一定要严格把关。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单期办理火速逆行者联盟比赛，入选的作品将被收伫2021年消防月里。上月表示，因无强调猛男，而是透过镜头真实来记录拍火兄弟姊妹的日常，表达更加认识因救灾辛苦。为了让民众了解消防人员的辛劳甲危险，台南市消防局特别办理火速逆行者联盟比赛，邀集全国联盟好手，透过镜头记录多元而且丰富的消防工作。伊甲过去只采用消防猛男风格阅历，这次更加是搭建消防兄弟真实的工作日常。火速逆行者消防局的2021月历的发表，那这是集合众人的努力。第一个，我们有非常杰出的摄影师，能够让这个许多消防弟兄姐妹英勇的身影给留下来。第二个，我们当然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消防弟兄姐妹，他们在出火场或者在救难的过程中出生入死，他们为了市民抢救生命财产而努力，他们是最值得肯定的。第三，有奇美公司，他们赞助1万份月历，让这个好事可以成真，让这个市民朋友们可以更了解我们消防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努力，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台南市消防局他们不用这个肌肉男或者是这个帅哥俊男美女，而是用消防弟兄姐妹他们的英勇身影，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那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们借着这1万份的这个月历，能够多了解我们消防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辛苦。联盟比赛经过4阶段公开评选400件参赛作品，评选出金银铜牌奖，以及20件优选甲30件佳作。这些作品为今开始到明年元旦，将伫咧台南市消防资料馆展出，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欣赏，买单位当中还是防火防灾的相关知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听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为伫后火车头的百货业者，这几天拢会甲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来合作办理文化物产嘉年华。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业者无都亲自来到台湾，不过游玩准备真侪丰富的物产。对今仔开始一直到29号，地方特别介意食苹果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日本青森知名的苹果又搁来到台南吗？为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这几年拢会邀请日本青森县的弘前市来举办文化物产嘉年华。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游园持续举办。虽然因的人员无法度到台南，但是日本弘前市的市长也特别录影表达感谢。会中百货业者也代表弘前市送上苹果予北门国小的学生。这届除了各种美味好食的苹果以外，也准备了各种的苹果加工品等丰富的特产，要予喜爱苹果的消费者一届看个够。平常一般只知道说青森的苹果，其实弘前是占青森的80%的一个产量，所以大部分的日本苹果其实都来自于弘前。那我们台南市跟弘前跟青森也是一个友好的城市那所以在双方的一个交流部分的话，其实在这几年的因为在我们双方的一个交流之下，做的明显的互动的增加了许多。那双方的居民其实往来也很密切的频繁。那只是因为今年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所以比较遗憾的是说日方人士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新鲜好吃甜脆的苹果一样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从今天开始一连在我们台南大圆柏在周年庆期间，那都可以享用到来自日本最新鲜今年的最棒的苹果。那欢迎所有台南乡亲来到我们现场品尝一下。很高兴那个台南市政府跟弘前市已经交流了10年那弘前市来这边推广这个苹果也已经是第10年。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爱文芒果到弘前市的英野百货做农特产的推广。那我们在2017年也跟弘前市、跟青森县还有台南市政府做一个3方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签署了一个备忘录那未来会持续的来推动农产观光还有一些产业的互相文化的交流那今天也很高兴今天是正式的在我们圆柏这边来正式开幕。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过来那我们也用这个行动来支持我们台南跟弘前市的持续的交流这样子后来未来疫情开放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具体的来互相的有互动来往这样。这届现场布置也会使看到一位粉红色的艋舺人物，伊就是未来要担任弘前市的形象大使的樱花未来。这届的物产嘉年华当中，只要消费者消费满1000，就会使送一粒苹果；消费满3000块，也会使得到一张100块的抵用券。想要抢便宜，或者是食好食苹果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医疗团队为了提升癌症的患者对着骨头专业重视，特别伫大厅举办展览来宣导，其中更透过游戏的机台，让民众轻松了解什么是骨转移，嘛帮助患者对着相关的镜头会当提高警觉，并且配合医生好好来治疗。疾病的治疗除了需要医生的努力以外，其实家属甲患者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疾病医学中心现在也开始鼓励患者多发问，要求病医的同仁爱用心听，希望打造一个友善的沟通环境，让病人甲医生共同讨论相关的治疗方法。其中炎症的治疗相当复杂，所以病医也将医疗相关的资料整合成为多媒体，希望让患者甲家属会使轻松来了解。癌症呢，一直是我们国人的10大死因的第1名。那很多民众呢，在得知自己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常常不知所措。那特别是针对癌症的治疗，目前有很多个选择。那民众也不清楚怎么样的选是最好的。那因此呢，我们医院呢，透过开发这样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癌症的卫教，透过这个媒体呢，让民众呢可以透过视觉化的方式，可以了解整个癌症的治疗，它的一些效果、优点跟缺点。那可以做出跟医生呢做出一起来做讨论，那做出最好的决定。那希望能够达到医病双赢的目的。
那目前来讲，我们在病人的安全推动文化方面呢，也很重视这一块，我们叫医病共享决策。那希望呢，我们的所有的治疗的决策呢，都是跟病人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商量，那选择出对病人最好的治疗方式，那达到医病双赢的目的。其中严重的骨转移也是常常发生的状况，为了让来就医的民众会使轻松了解这相关的知识，基于医学中心也甲药品公司合作，推出一台骨转移的游戏机台。透过简单的游戏方式，让来体验的民众会使正确了解到相关的观念。我们一般民众对于癌症骨转移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癌症都会感到比较严肃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种互动的游戏机台，然后传递民众对于一般癌症骨转移，它其实可以透过跟医师的讨论，然后可以用比较好的治疗方式，让民众知道说，治疗这一个癌症骨转移，其实疼痛的控制其实不会这么的可怕。所以它其实透过互动的游戏机台，知道说，一般民众他可以怎么样去预防或治疗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说，骨转移事实上在有一些癌症发生率相当的高，像我们常见的骨髓瘤，我们女性常见的乳癌，还有肺癌，这些癌症基本上来讲，在我们的中晚期，大概有40%到90%都会呈现骨转移。那骨转移很重要，为什么？当我们可以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健康非常的好。当我们今天骨头受伤了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必须要坐轮椅，甚至家里面的人有时候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才能够行动。会造成我们生活作息还有家人的生活作息上很大的干扰，所以如何保持的骨头健康，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很重要的课题。骨头健康才是我们行走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今天就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骨头转移的保护的方式有饮食、运动，还有更重要的跟我们的医疗人员合作，把骨头保护好。那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药物叫做保骨针。那怎么样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我想就经由今天一个特殊的场合，利用互动的方式，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更了解怎么样保护我们的骨头的健康，特别在晚期癌症病人，怎么样去维护这个最好的生活品质是最重要的。同时，为了让病人更加方便的资讯管道，基医学中心也推出了全爱之友的赖账号，将会使提供炎症相关的问题资讯，甲各种的活动资讯。病院也是希望病人会使善用因所提供的卫教工具，让自我照顾的能力提升，维持较好的生活品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乌云底降雨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1月12日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